国防部公布，昨中国各有7架军舰、36架军机甲无人机对4面来侵扰台湾，而且中国日搁要伫四川发射火箭，有果会飞经过咱的防空识别区。针对中国带来威胁，咱的副总统萧美琴昨视讯参加英国智库的年度会议，强调咱台湾会继续加强防卫，拍拼维持现状，嘛指控是中国北京伫咧起无空。国防部公布20侦查到7架次中国军舰，甲36架次的中国军机甲无人机扰乱台湾，其中一半下过海峡中线，去到西北甲西南方的海峡，甚至伫东部外海活动，呈现4面包围台湾的形态。另外，国防部预告，中国日会为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运载火箭发射的任务。飞行的路线按算会经过咱国 ADIZ， 中国一直用武力来威胁。副总统萧美琴受到邀请，以视讯来参加英国智库的年度会议的时阵，就强调讲，台湾会持续加强防御。As we are committed to keeping our hard-earned freedoms and democratic way of life, we are confronted by significant security threats and a set of hybrid operations in the gray zone. And as long as the PRC does not renounce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Taiwan, and as long as they continue to exercise coercion,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also step up our defenses. 也若去访问到中国政府认为赖总统的就职演说是咧起事，萧美琴回应讲，北京才是起无空的迄边，强调和平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咱国真拍拼维持现状。不过，即马罗西亚乌克兰战争还未收煞，美国宣布，所来16个月以来。爱国者防空系统甲 NASAMS 哪吒飞弹会优先提供予乌克兰，将愿向其他的国家出货。不过，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特别指出，台湾甲以色列的订单未受到影响。爱国者三型或者台湾的天空三型，主要是在重要的城市周边或重要的目标的周边进行这个防护。这个防空系统它比较是中低空，比较能够反制这个无人机。拜登政府2022年年底的时阵，通知国会未予台湾102粒爱沙精挺型飞弹。咱国防部表示，按照因伫2025年甲2026年会分配交会。另外，2023年的台美明特殊会议决定，咱国会编预算采购4个连16个排的 NASAMS 系统。不过，美国到今还未宣布这个军售案。记者综合报道。